乾洗、去漬、燙衫，連皮革保養都可以揾洗衣店嚟代勞。但作為消費者，你又會唔會好似佢咁攞咗件衫去洗，又心掛掛呢？拎翻嘅時候，你哋會唔會有專人通知㗎？張單我唔記得帶張單，咁你哋會點樣處理㗎？俾你哋洗爛咗，咁你哋會點樣去賠償㗎？我哋會有專人跟進㗎啦。今時今日，香港嘅洗衣服務可以更上一層樓，因為我哋為行業制定咗營商實務守則。呢份由消費者委員會同香港洗衣商會聯合制定嘅洗衣業營商實務守則，明確列明對消費者嘅保障同權益。其實我哋協助呢個行業咧進行自我監管咧，其實係我哋嘅本位工作，係我哋嘅重要工作裏面其中一個部分。咁我哋都揾到好多專家嚟俾意見啦。咁另外我哋都徵求好多業界嘅意見，將佢哋嘅睇法咧都寫落嚟。守則有咩內容？一齊睇睇。實務守則強調，店鋪同消費者咧要多啲溝通。洗衣店應該喺當眼嘅地方貼出價目表，先判斷洗衫嘅方法，咁再按價目表嚟收費。店鋪咧亦都應該準備一份淺白易明、中英對照嘅合約或者係單據俾顧客，列明責任問題、衣物領取嘅期限同埋賠償細則等。如果衣物本身有破損嘅情況，應該喺單據列明，避免爭拗。點解洗衣業要制定呢啲守則？聽聽洗衣商會主席點講。第一就可以提升到業界嘅水平啦，亦都係俾顧客或者係一啲新嘅從業員啊，或者係新嘅投資者咧，係制定咗一個指引。另外，實務守則列明，洗衣店咧要留意宣傳手法同埋用字，避免誤導消費者。合約同優惠亦都唔應該隱藏附帶條件。另外，洗衣商會成立咗獨立嘅投訴審查委員會，處理同跟進投訴。洗衣商會同消委會亦都會定期檢討委員會嘅工作同成效。如果佢係屢次都唔遵守同埋犯嚴重嘅錯誤嘅話呢，我哋會停止佢去參與呢個守則。如果係再嚴重啲嘅話呢，我哋考慮係會剔除佢嘅會籍嘅。維持公平競爭亦都係重要一環。守則列明，業界唔應該合謀定價，同埋協助其他同業瓜分銷售領域同埋地區。近年唔少行業都關注到可持續發展，洗衣業界當然亦都唔例外。由洗衣工場嘅排放廢氣，到回收同埋棄置乾洗劑等化學品物料，都有嚴格嘅指引。排放污水嘅時候亦都需要確保符合水污染管制條例嘅排放標準，保護環境。呢份守則由構思到實行，經過大約2年嘅時間。2013年，香港洗衣商會主動接觸消委會，喺同年嘅7月成立洗衣業營商實務守則研究小組，用咗1年幾嘅時間草擬守則。喺2015年嘅3到5月諮詢持份者，喺7月推出，同各行各業合作制定實務守則，提升業界嘅服務質素，保障消費者權益。呢個正正係消費者委員會嘅工作目標。有個咁嘅守則之後呢，就擴大宣傳，咁而且我哋消費者委員會共同一齊監督，一齊去遵守呢個實務守則啊，希望咧能夠滿足到符合到消費者嘅權益嘅保護，亦都使呢個佢哋業界嘅工作咧能夠更加順利。